好多香港家長都希望自己嘅小朋友讀好書，有能力、有自信，日後可以有個美好嘅將來。但係大家都面對好多難題，例如工作忙，放工已經好攰，冇時間教，自己英文唔係咁好，唔知點教，補習老師又唔係隨時都喺度，但係仔女嘅英文功課就日日都要做。Go Ask 就係要改變呢件事。我哋成立嘅使命就係讓每一個小朋友，不論家庭背景，都能夠得到同樣優質嘅學習支援。同中大導師合作研發咗一個英文練習功課輔導 App， 導師用英文讀題，廣東話細心講解，逐頁逐題層層拆解，唔止係教答案，更注重教讀法、教文法、教思路，讓小朋友明白為什麼同怎樣做，從功課中真正學識，逐步建立理解力。小朋友唔再係死記硬背，而係學會思考。每一次完成功課都係一次自信嘅累積。用法好簡單，我哋即刻睇下示範。首先我哋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下載 Go Ask 應用程式，然後我哋喺 App 度揀年級、揀書、揀題號，3秒內即刻聽到導師講解，隨時隨地就好似導師坐喺小朋友身邊。 Page 1 Chapter 1 Simple Present Tense。 而家唔使再擔心冇時間教，唔識教 Go Ask 隨時隨地就好似導師坐咗喺小朋友身邊。我哋涵蓋全港多間小學常用英文練習，無論係溫書定做功課，3秒就有中大導師詳細解釋，家長安心。立即點擊下方連結，了解更多關於Go Ask。